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1月2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华盛顿标出全球头一个有人因为为着 H5N5 禽流感死亡的案例，因若感染的来源爱国确认。有3个游客到屏东西洋水墙去看风景，结果山壁绑了3个人互水墙去弄着石头，已经送医治疗。家人一间公庙有一个老阿伯，甲藏伫咧腹肚的炮仔点刀造成重伤，到病院的时已经无喘气心跳。今仔日全台好天出日头，不过为明仔暗开始，在东北季风路南，北部甲东北部伫咧食方面的路底渐雨卖变较凉冷。从明天晚上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从周2、周3到周5、周4、周5这段时间的话，北部、东北部的天气又会再度的转凉。白天的高温的话，在北台湾的话，红色的线条，在周2到周5这段时间的话，高温又会降到大概21到22度左右。那至于低温的部分，则会来到大概16到17度的附近。因若中南部地区伫咧拜2到拜5，低温嘛敢若剩16度左右，早暗会较寒。另外，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目前有一个低气压，真有可能会发展做风台，不过会往南海方向甩，对台湾的影响会较小。美国标出全球头一个有人因为为着 H5N5 禽流感死亡的案例，死者是一位有慢性病的时代，伊的厝内有饲精生，不过这感染的来源是爱国确认。美国官方强调，即摆是袂有人喂互人的风险，因若咱的疾管署嘛继续监测，目前甲华盛顿列作第1级旅游警示。防疫人员穿防护衫处理为着禽流感的鸡，严格来防堵病毒摊开。禽流感传入疫情，搁再引起大家关心。美国华盛顿官方日证实，发生全球头一个为着 H5N5 禽流感死亡的案例。它是所谓的低病原性，也就是说它的致病性并不强，所以它要扩大感染的这种机会应该会很少。这个是第一次发生在人类，它不是新的亚型，也不是什么它本身发生突变。唯一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它对人体的这种细胞的附着力是不是有增强的现象？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根据华盛顿公布资料，死者是多产慢性病的老大人，当时厝内底有饲禽类，并且伫11月初出现发烧真严重，人无清醒，也有喘气困难这症状。检验结果确认为着 H5N5，并且第2日不幸过身，成做全球头13病例。据相关部门继续追踪，确认死者徛家环境有检测到禽流感病毒，不过相关接触者的检验拢是阴性，无证据显示有人传人的这个风险。我国在今年4月的时候，把美国华盛顿州列为旅游警示的第1级。目前评估呢，对大众的一个风险仍然低，所以我们目前还是维持在旅游警示的一个第1级。那可是我们会持续来评估。台湾总统根据农业部资料，今年到即阵总共有72件禽流感阳性案件，疾管署也对相关接触者进行健康的监测，总共列出858人次，检验389件血清的检体，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有3个游客到屏东马家乡的西王水墙去看风景，结果煞拄着山壁崩起，造成水墙的水溢出来。3个人转互水墙去头去弄着石头，已经送医治疗。现场3名伤者皆清醒，1名男性吊带骨折以及头部外伤，另1名男性膝盖骨折。还有另1名女性，疑似颅底骨折。因为山上碎石路且非常陡峭，很难搬运，所以立即向消防署申请空勤总队支援。屏东县消防局出动6台车14个人去救，不过因为山顶的路较狭，后来就请求空勤队支援，出动直升机吊挂患者，结果送去救护车，送到病院治疗。镜头来到家人的一间公庙，有一个阿伯伫咧拜拜了后，哪像是甲咧藏伫咧腹肚的炮仔点刀造成重伤。救护车送到病院的时，伊已经无喘气心跳，目前也咧抢救。因若详细事故原因，还阁等警方调查。现场有封锁线，警方咧了解采证，讲到看到代志发生的经过，民众也是真惊吓。伊家己引落去，才倒起来，我想安那倒起来，砰啊！所以他身上绑那个鞭炮就对了。对。是该名男子自行点燃爆炸而造成受伤，
目前该名男子送长庚医院救治中。23早起8点左右，家人调好街一间供庙，一个88岁姓汤的老先生到庙里来拜拜。警方表示，老先生好亲像点到藏伫腹肚的玻璃物，马上倒伫涂骹哀叫。边的民众看到赶紧防暴警消暗过爆炸力头升过强，老先生腹肚空脆严重，腹内拢流出来。救护车送去中京病院，到院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医院咧抢救当中。年约70、80岁的老人家倒卧在血泊中，脏器外露啊。以前都跌到过，就怕了，然后就把那摩托车卖掉，说不要骑了。是现在年纪大，比较退化了，但是也有时候会在这边聊一下天啊。附近的人拢讲，姓汤的老先生这几年来拢是介阶段，身体状况无好，进前阁因为跋倒，较歹行路，影响到心情。毋过，也是会伫附近找人开讲。警方表示，确实原因甲玻璃物的成分，爱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白牌车的司机涉嫌协助诈骗集团犯罪，一审予人判10年8个月，不过到2审的时却改判2年4个月，因为法官认为伊毋是主要的干部，所以无应该为着要抬价价高，就甲伊判到遮重。我们关心的立场啊。柜台一个老人赶紧要领现金，也歹警方关心，讲是活人出国旅行费用，一摆爱19万，却是提不出资料证明。警察是继续关心，下尾也才老实讲。我事实甲你讲，因为甲人交易迄个证机会交易。台中这老大人，互人骗买灵骨塔，诈骗集团讲要买进前爱先付手续费，诈骗集团甲伊讲，若要领钱爱讲出国的费用。这我刚才查到有啊。你这是诈骗的哦！这是诈骗的哦！诈骗800种，检警是抓袂完，不过查到嫌犯会安怎互判决的？台中就一个白牌车司机涉嫌做工替假金铺的人，斗3工3摆转交这个户头，尽管敢若趁700多块，却是互背后诈骗集团诈骗超过700万，伊一审互重判10年8个月，上诉2审了后，敢若互判刑2年4个月。罪行相当原则，这个相当每个人的相当都不太一样。最相当两就是他自己心中的认定，这就是他们的自由心证，他们可以依据卷证资料去做判断，让每一个法官他所做出来，可能针对同样的一个案件所做出来的判断是不太一样的。看判决理由，伊是毋是同为批评，讲伊明显知影讲做这个诈骗工作，莫想合法方法趁钱，或早欺骗财外风更加严重，应该重罚。不过2审认定伊毋是主要干部，伫无其他加重事由之下，不以单纯为着强调宪法的危害功能，将当最次超越追责程度的裁判。本来2审就可以重新做量刑，没错，所以其实没有问题。那只是说理由上面，2审觉得就是1审的考虑可能欠缺了某一些在比例上面的一个衡量。伊2审见解真无同，量刑结果更加是差真多。像伫这款法官心情之下出现的判决分歧，司法实务是定定拢有，互外界一再议论。对此，司法院要提出刑事案件特赦量刑法草案送入立法院，无必审理，准审办院提建议。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最近有几若大山区拢互人偷盗粪扫，检警对这怀疑这主嫌就是公山区辟荒里的里长因爸仔囝，目前已经甲4个嫌犯羁押禁见，民进党也随开除里长的党籍。机械甲山谷内底粪扫落起来，出动人员来变扫环境。高雄燕巢区甲田寮区街世界附近连续防乱倒台南家用粪扫，一开始怀疑是台南清运业者。检警调查发现，幕后主嫌竟然是高雄工商区辟荒里长李有才。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李某父子及苏某、施某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李有才伫当地连任4届里长，却受检调查组伫燕巢区某一个铁厝租厂房坑收来台南家用粪扫，结果派司机趁暗时甲这粪扫倒伫山坡底。我惊一个，我昨天看新闻，安尼话要是到边，可能嘛。伊拢会咧讲伊共处理人的乌白道的。啊，较变咧道。里长虽然是以无党籍身份当选里长，面色却是出现甲高雄市长陈其迈斗阵翕相，也引发国民党民意代表质疑。陈其迈该熟悉，和陈其迈真生气，决定要滚。这个李有才里长等一干的这个共犯也全部绳之于法这个乱倒垃圾破坏环境
我们一定会严厉的来执行法律，绝不宽待。只是加入党员，但是他争取提名的时候，民进党并没有提名他参加过里长或者议员。昨天晚上就立即通过要将他予以除名的党纪处分。但其卖讲橡皮互人盗用的提高捍卫名誉，民进党是随开除一个里长的党籍，准里长洪秀雅，市委依照地方制度法相关规定，暂停里长职务，也有公所派人来代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提出的陆俄和平计划动起兵，要求乌克兰就要割土地，搁要减少军备。欧洲有几两个国家拢跳出来替乌克兰发声，所来就看美国、乌克兰甲欧洲国家进一步协商的结果。美国正经提出18点拉下乌克兰和平计划，要求乌克兰各地在军换和平，各种协商最后期限定在17港文节，和乌克兰面临艰难的处境。川普支持表示，提案不是最后的方案，因协商，不过态度依然正强硬。乌克兰是宣布，美国、乌克兰甲英法德等欧洲代表23会在瑞士进行进一步参详。One way or the other, we have to get it ended. So then he can continue to fight his little heart out. What is at stake is obviously Ukrainian sovereignty and European security. It's normal to have both the Ukrainians and the Europeans on the table to finalize this plan. So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will do tomorrow and the day after in order to make a common plan. 在安的背景之下，这一届 G20 高峰会日在南非开幕。欧洲国家领袖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会讨论乌克兰和平计划。在会峰会领袖宣言也明文表示，各国按照国际法甲联合国宪章，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佮强调所有国家拢爱避免用武力，或者是用武力威胁的方式破坏他国领土完整甲主权。不过，川普方面指控主办国南非迫害白人，无来参加峰会。普廷因为被国际法庭发出逮捕令，也无参加，互峰会大大失去效力。各国也警告，地缘政治的逼顺已经威胁到G20在解决经济危机顶悬的角色。公视新闻，施惠中报道。美国甲中国举行海上军事安全协商，美方强调，这会议的重点就是为着要减少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中国是各一概表示反对以航行自由来做理由，去做出危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参事会了后，美中两军计7个月伫美国夏威夷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美国印太司令部讲，会议注重降低无安全也是无专业的接触风险。中国海军是搁再讲到，坚决反对以航行甲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甲安全的行为。也若双方一致认为，相关活动对着美中海空军避免误判是有帮助。一个对话的机制，是各自表述立场，尽可能的就是把这种军事冲突的风险给降低。但是中国的这种说法是没有国际法上的根据的。那这也是美军在近年来就是邀集更多的友盟国家的船舰都穿越台海的主要原因。这合商机制是美中伫1998年成立的制度化对话平台，也若以往是不是如期稳定召开，甲两国气氛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中日关系紧张，中方搁再宣布11月23到12月7，连续2礼拜要伫渤海水域进行实弹射击。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是伫上任了后头一摆出访Okinawa，伊讲日本周边安保环境日益严重，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卫力量真重要。宮古島、石垣島、与那国島へ行ってまいります。中国也相关一直对台湾施加压力，进前以分裂国家罪对民进党立委辛僻洋发布全球通缉令，不过辛僻洋用实际行动表示不咧惊。我现在人在荷兰的海牙那我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边呢，我在这个 ICC， 真的非常的讽刺就是说作为民主的守卫者，结果我现在反而被这个独裁政权所通缉。听讲伫审判独裁者的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头前来拍影片，辛僻洋甲还魂斗阵参加国际自由联盟执委会，并且甲多国议员政要分享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甲挑战，希望互国际朋友继续关注台海。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莲池潭去年为着要起步道，甲这旧的水池屯平改铺草埔做生态岛，不过所造成旧的活动空间变少。观光局表示，这是依照生物学者的建议去做的，需要时间和动物来适应新的环境。
鸟仔伫生态岛轻轻松松，高雄连地站旧年因区环境营造工程，移除春秋河旧池，改建两边去生态岛，互鸟仔甲龟用来遮生态。按过完工了后，煞干来看到鸟仔，无看到龟爬来遮。这个岛是真的乌龟是真的爬不上来，那所以是感觉这样比较不适合一点。这要看龟，今摆人无人去，今摆困到甲涌起来啊！伫就话连地站游客袂少，过去旧池有数百只龟，请游客眼光改去了生态岛，因为有草埔，龟无法度爬上花，可能停伫普查或者是石头。设一个小型的乌龟池，小型的，然后你放一些这种循环净水系统。那里面搞不好就10只乌龟就好，总量管制。环团建议移除生态岛改去小型的旧池，按过观光局也解说，春秋河旧池是为贯通环团步道，改善当地人车经道状况，才准备改起。春秋阁的乌龟池空间狭小，乌龟生活空间十分的拥挤。在施工过程，将乌龟移至莲池潭南区的水池内，参考生物学者的建议，在春秋阁南北两侧各规划了一座生态龟岛。观光局表示，生态岛是照专家建议起的，目前已经有南山的龟会上花，爱护动物适当时间，也会将南区水池甲生态岛列为重点水系清洁区，加强环境维护。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今年出生婴仔8万人内底，即对老母生着约5000人，创历来上悬的纪录。台东、花莲和屏东是前3名，主要拢是母系社会原住民。高厝价、高物价经济压力下，台湾面临囡仔生少危机。台湾去年是全球生育率上低。根据内政部统计，到今年9月为止，台湾新生儿内底有将近5000人是对老母生，是历来上多。不过，民众对新生儿是对老爸生，也是对老母生，看法是无同款。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吧，因为不太需要说非得一定要从父姓，从我们家双方家长跟背景觉得 OK。那从什么姓都可以啊，就没有特别想太多，就直接去登记的时候就重复姓了。根据内政部统计，新生儿对老母生前3名县市内底，以台东上多，搁再来是花莲、屏东，排伫尾的是云林、嘉义市、甲连江县，比率拢无到4%。学者分析，前3名的县市主要是母系社会原住民，对老母生为主。这一年的那个新生儿哈。从1到9月哈就下降了大概5000人到1万人左右啦，就是我们的生育率还是继续在下降。从母姓就是那个是原住民的新生从母姓比较高啦，但是汉族人我觉得是没有那么高啦。生产的个案数变少，可是高危险妊娠变多，很多都到高龄之后，或者甚至40岁、50岁才要生第一个。那这些人其实他的复杂度都比以前要难很多。无论是对老爸生，也是对老母生，生育率低，更加应该重视。专家分析，对5年前开始，台湾新生儿人数是逐年下降，到今年9月只有8万桶，而且生育年龄一直提悬，危险性也增加。根据国发会推估，台湾总人口2049年会在2000万人以下。专家建议政府要学韩国甲澳洲，用生育减税还有免税者诱因来鼓励结婚生育。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第62届金马奖的颁奖典礼，昨暗是伫咧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今年幸福之路的男主角张震，伊是第2届摕到影帝。因来中国艺人范冰冰是以第部这出电影摕到最佳女主角。每当拍电影，每一个角色致敬完同一出来，就火力全开，互后边的大导演李安也真袂调入去，斗阵配合演出。第62届金马奖登场，竞争激烈，最佳女主角拼到最后一刻，由中国女明星范冰冰以第部红后，虽然无法度参加，毋过知影得奖的时阵，伫电话迄一边煞靠甲无法度讲话。其实对我而言，不只是外形上的转变。也是我与角色之间一次非常深刻的灵魂的共振。影帝是由张震以幸福之路摕到，电影是讲新移民的故事。伊第1摆得奖，感谢爸爸、亲人，也有所有热爱电影的人。我要献给所有热爱电影的你们，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下去，我也可以继续下去，一起热爱电影。
86岁陈秀芳伫68年的演员生涯内底，用深厚的底蕴感动无数的观众，得到终身成就奖。伊讲，若心内有爱有热情，永远无年回过路。演出白色恐怖时代之下小人物故事的大梦，带观众重回民国40年代动乱的台湾，最后拍败经济强敌，包办4项大奖，加做这一届上头名。记者综合报道。有个囡仔一出世，伊的外观就有功能性缺陷，毋过也是有人拍断手骨颠倒用，甲这份挑战转做力量。其中就有一个13岁囡仔宋新希，伊的嘴巴手术发音较困难，毋过伊也是展现自信的演讲，鼓励搁较侪人勇敢做家己。I share my favorite color to all of you. May everyone live a colorful and fulfilling life. 真台风全部用英文演说，面对大家遮侪人拢袂惊。伊是13岁气碎少年宋新希，出事时因为气碎动过修补手术，厝内底人烦恼讲伊家己的发音。不过即阵伊用英文自信来演讲，鼓励更加多面部缺陷的囡仔也要甲这笔奖学金捐出去。额裂的病人，他们的障碍就是在语言，这个对于这样有语言大概不足的病人，但是他们愿意用演讲、口说来表现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勇气。2002年起开办到即阵的得获奖助学金，陪伴先天面部缺陷的患者，伫课业也是在家这领域来发展。今年全台有228位面甲喙有缺陷的囡仔获奖。基金会希望借由颁奖，互囡仔伫求学阶段更加有自信甲勇气，要小耳症患者甲这份甲别人的无同，活出家己的力量。小耳症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特的印记，这样子。我认为小耳症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正向的事情。每一个面也是喙有缺陷的囡仔，拢有属家己的生命体会甲故事，应用家己的方式证明差异毋是限制，而是照光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全国语文竞赛拜6礼拜伫台中举办，全台超过2000位选手，为国小到社会组，大家是先拼先摕出上好的表现。教育亲像大舞台，何出笑亏拢总来。选手的表情、声音拢充满自信，用词甲发音嘛真正班。全国基本竞赛决赛个竞赛23展开，伫台语龙头甲台语演说项目的教师组，有袂少拢是台语老师来参加比赛，就是要做互学生看，也含囡仔分享比赛经验。另外，也有学校的主任讲，因处理读圣经拢是用台语、罗马拼音，计划退休了后要投入台语的教学，即马也开始真正台语。我为细汉看阮阿妈读圣经，圣经吼，迄念出来就是台语。阮老爸嘛有伫教会甲士大人读圣经用的罗马拼音，细汉我就感觉讲台语是真牛的代志。我教台语已经20多年，我对台语的文学真喜欢。阮学生伫较装卡，较无出来搞甲人行搭，然后利用鼓励因出来徛在舞台面顶。今年较无共款的是台语和客语的情景式演说，是对过去的世界图讲故事，继续现场抽文字题目，写文章才上台讲。主办单位强调，安尼会当互选手发挥的范围更宽、更较自由。也拿后礼拜比的读者剧场，是事先提供互4位学生剧本，互因做伙演讲，毋望互偌侪囡仔拢有参与的机会。以前是世界图，即卖是互你一个题目，你会当自由发挥。会当将你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些代志，甲大家分享。竞赛已经迈入第80届了，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本土语文读者剧场呢，团体赛呢是第1年正式的做举办。全国基本竞赛个竞赛部分，礼拜尾暗暝就会伫官方网站公告第1的名单。也拿团体赛的读者剧场，后礼拜日11月30会伫台中市私立新民高中举行。记者辛怡台中报道。新闻联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
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